我是山。你手用要安尼，你甲我惊着。早一点仔感情啊！你感情早伤济啊？你用安尼，你的手表达的感情，听众朋友看无啦，对，连高甲你录影，录影无需要多少。那会用手条歌？我唔知哦。你唔知啊？我凊彩唱啥，你就甲接啥？我若是会晓唱，我就配合你安尼啊。配合我，随配合我，佮随甲感情放落去安尼。对啊。安尼嘛是不离啊厉害的吼。多谢你。嘿。你知影啥会唱这条歌？我唔知，到时问几遍啊？系啊，然后不过开始啊，无啦，就是咱顶礼拜迄集迄拜月老的代志啊，对，拜月老迄集传出去了，迄度网友铺因的红线相片互咱看。哦，对，地球的红线，对，哦，这红线哦，做者歹讲法了，有诶讲啥物爱放伫枕头骹，嘿，有诶讲啥物爱放伫皮包啊，有诶讲啥物爱扎伫钱包啊。皮包啊，甲钱包啊，皮包有诶较大诶，有查某囡仔咧关诶较大卡诶，卡棒迄种诶，啊，有诶是讲一定爱是钱包啊。哦，对啊，有诶人是讲爱绑伫手里。嘿，这我有听过。对啊，到底是啥物咧？听众朋友，恁甲听落去就知影。规日每一间诶用法拢无共款，每一间用法拢无共款，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无论你是。想啊，看你 NG 啊！无论你是考试无好，不，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失恋上班互头家骂，啥物都拢会使讲。但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互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哦。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吉大开的 Podcast 节目，大家好，白边，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跟着大意思。啊，还有甲观众朋友是不用台语了出来。正经，我就正经的啊！你嘛就是要笑啊！你在迄个卡掉了，我突然间想讲要论的，但是你在迄个，然后想讲，我有你改一下，我就动袂了。哎呦，好啦，大家知啦，咱已经讲过毋哪一届啊？对啊，无要紧啊，非得听众朋友嘛做关系啊，咱若是念作顺的，有一个咱完全无 NG， 啊嘛啥物拢无，听众朋友佮写批来讲。跟我白边无啥正常嘞，啥物啊？奇怪，咱听众回事，咱听众朋友嘛，溜溜啊怪怪，毋通安尼哦，毋通安尼啦。虽然讲就是并车是阮的日常，但是嘛毋通安尼一直并一并啊。阮嘛是爱留一点仔面子互阮呢，留一点仔探听咧啦，对啊。主管咧听呢，主管啊，你啥物拢无听着。好，安尼咱继续咱顶礼拜主题，毋知大家敢会记咱顶礼拜拜月老加网友的故事。毋知呢，安尼毋知人去听迄顶一集吼。对，顶一集就是去找迄小编听你讲的，就是有一集啊后壁的挂号的台语要怎讲？括号哦，括号，毋是挂号哦，是括号是科哦，就是后壁有写一个月老，嘿，迄个，对，你若毋知影，你怎去听？就是阮顶礼拜就是有讲一寡，就是拜月老的经验，也是讲有的网友因去求啊，有啥物安尼？对，后来就有一个网友。应该讲毋是有一个网友，啊，就足侪网友就传一个 YouTube 的链接互我，传互你，传互台记台啦。哦，我收的啦，了解。对，啊，我就去看，结果我有发现讲，这个物件你看过，我嘛看过。哦，是哦，对啊，你敢知倒一个？拜月老迄个，一个甲你提示，等，两个字，迄个查某，伊是一个查某，哦，一个查某的。YouTuber 对哦，说老吼，嘿，啊，我知，伊叫流氓，嘿对，老蒙，哎，对个，无紧咱就甲伊叫伊华语的名，因为伊咱像是袂晓讲台语嘛吼，那叫流氓，安尼大家较听有啦。好，就是因就是传迄流氓伊去拜月老的影片。哦，对啊，小编看了，感觉讲袂歹呢，就是简单甲大家就是分享安尼。对，这个网友讲吼，一定要念出来哦，因为伊讲，若是讲吼，你就是一个就是无啥物概念的人，毋知影讲你心内要求啥物，还是讲你毋知影讲要安怎拜，还是讲条件要安怎设定。我感觉会当去看伊即个影片，因为教学安尼啦。对，因为。人就是安尼啊，你今若是有一个例放伫头前，甲你讲要安怎写，像咱迄要做数学进前有无？对，数学题你若是袂晓，伊是毋头前先甲你讲，一只鸡一只鸭，啊有几只骹，啊到时阵你甲三只关伫另外。我毋知你讲啥，我数学无好，数学袂晓就是袂晓啊，我只是记咧啦吼。啊，就是像讲，譬如讲咱迄
写作文还是创啥物头前拢会有迄例句，就是互你看。咱像咱咧学台语，还是讲咱咧学语言嘛是安尼啊，就是先模仿。对，啊，这影片有一个例就对啊啦。对，这讲遮济的，讲遮济重点就是讲伊即个例题，当互你来模仿。你会当就是透过伊影片来想看讲家己想要爱啥物安尼。哦，对啊，对啊，啊我甲这10点哦，流氓是一个做趣味的人，伊做介10即个字。对啊，所以伊拢所以物件拢是10点。后边有甲这10点列出来，白白你来念。好，换我来念。好，第一点吼，你先甲伊的标题念出来啊。哈，标题哦。对啊，伊讲流氓。讲华语该会使，我要甲换做台语。好啦，伊讲伊就是手把手要讲啥手牵手。好啦，回哩伊就是要甲你讲吼，要甲你教你安怎列出上赞、上完美的，就是真命天主天女的清单。好来，请开始。好，第一点吼，你要清楚的甲你教伊的外形，甲伊列出来。对，意思就是讲吼，譬如讲像迄咱顶礼拜有一个咧。网友，你若无听到，你去顶礼拜去听有一个，伊想要找800，结果伊找到165个。对，啊，原拢有甲伊补偿，安怎补偿？恁才家己去听。就是你写讲你介意什物型的啊，什物身高偌济啊，体重偌济啊，讲到这我就爱记一个咧。我有一个朋友，伊会写讲伊要几公分，啊，毋通伤瘦。结果因男朋友甲伊讲到大，差不多加20公斤。毋通伤瘦，伊讲毋通伤瘦，但是嘛无叫你一直肥呢。所以这条件爱写好，譬如讲我讲要170，啊，我希望伊的体重毋通伤瘦，差不多是莫超过偌济70到80之间。啊，希望讲伊会当健康。我感觉这爱讲较清楚的，若无拢那是像迄学者安尼，就是一个量基我讲者呢。我感觉哦，这有8个呢。对，安尼会当讲第2点。第2点就是你爱为你因过经验内底找答案。我有问题，我若无经验的，像阮这18岁，有这单纯经验哦。对啊，毋捌交往过要安怎？你会当问朋友啊？问讲你男朋友是啥款了？毋是啦，就是啥物条件你会使接受安尼啊？对，像这个人的，像这个就是其实流氓伊伫影片内底有讲，譬如讲伊第一个熟悉男朋友有啥物？优点嘛是有啥物是伊足介意的，啊第二个是啥物就是你家己咧，啊若你今日真正无，我甲恁讲，我有想一个，因为我想讲，因为我无经验嘛，若是我写表写，我会写讲，譬如讲我足介意阮阿姑，阮大汉阿姑，伊人真爽快，毋是爽快，伊人真豪爽，我嘛足爽快，伊人真豪爽，阮第二个阿姑人真海派，啊个大方嘛袂当生。阮个性的部分对，啊，阮第3个阿姑就是伊的心足油的，足知影就是照顾人的。听起来袂歹呢。对啊，譬如讲你就是会使甲安尼经验就写出来讲是我希望有找一个就是做人豪爽啊，大方海派啊，而且对重点佫会当注意到安尼。对，我感觉差不多啦。安尼咱来讲第3点，好，就是你要考虑伊的经济条件。伊这影片内底有记咧哦，就是恁爱讲一个就是实际条件来讲，人真正毋通消摊，莫讲啥物我想要爱王永庆因囝，过台面的后生，这人爱实际一个啦，对，你较实际的啊，伊就伊有记一个咧呢，伊有记一个咧足赞的，伊讲譬如讲就是可能有当时想要出去食一个好食物，伊就是设定讲，譬如讲伊逐礼拜拢要去洗牙齿，迄一礼拜若是去洗牙齿，就是要食1000箍，伊希望会当找就是讲逐礼拜拢陪去食1000箍，但是经济佫袂有负担的即种。了解。我感觉伊记的咧就是足简单。可能按算看卖一个月趁偌济安尼。对，但是莫造成人的负担。对，负担。哎呀，毋好讲遮个字，但是伤困难。好，过来就是你莫讲啥物概念，就是爱对啊，爱讲就明确的安尼，这有淡薄仔中红呢，我感觉。应该是讲就是你拢爱记咧啦，像伊这个意思是讲吼，有的人拜管老讲管老拜托，请你互我正言。但是这个物件就是你有听过有一个例无？有人就是讲伊拢甲耶稣祈祷讲叫伊啥物来救你。叫耶稣讲我排起第一个人，你讲你无爱；我排起第二个人，你嘛讲你无爱。结果尾仔机会就用了啊，所以但是你过来甲我讲，想要爱啥物人啊？对，你讲你要爱正，若是要爱啥？我你讲这种伤大，这个范围伤大，对，无得卡。
就像老爸老母看的，甲咱囡仔看的无共款啊。老爸老母有感觉讲，这物件都适合你的，就细汉时阵，伊讲哦，你穿这最好看，无来我就是不爱穿迄啊。对啊，对无？因介意的，还是讲咱这甲咱可能看的是无共款。可能原老感觉伊适合，毋过你无爱安尼啦。对对对。哦，了解。好，安尼后一条。就是你咧讲你的价值观，还是你的金钱观，还是你的世界观，就是咱的三观啦。三观爱下啦，对，而且就是像拄则咱第三个，就是经济条件呢，你爱摕一个例。嘿，请问讲你敢有迄三观的例？就请看影片。伤会凊彩好啦，差不多有大概讲一下嘛。我讲影片内底一个，譬如讲，就是我的价值观，就是讲我出去佚佗，毋免开足侪钱的。就是我会当，就是人在讲的，就是穷游。我会当就是莫开钱，啊，就是坐车去迄个所在，去体会迄个所在的，就是风俗，啊，还有就是民情，就是去了解遐物件。我出去行看看做欢喜，但是有的人毋是，伊会感觉讲我出国，飞机就爱坐爽，位爱大，啊，而且行李嘛爱买。啊，伊就是要去买足侪物件，啊，去迄个所在，就爱食迄个所在上好的物件，是上什么的？就这就是你的价值观甲金钱观。对，伊就是爱记咧讲，比如讲，你就是爱甲你食的物件拢讲清楚。对，安尼两样，就是甲你头前的物件，因为头前是先讲一个概念，但是清楚的概念了，咱就甲伊又分做什么安尼落来安尼。是。对啊，世界观咧，世界观我毋知恁看影片。好，讲甲遐详细着，人迄影片。有趁钱辛苦啦，对啊，人迄片影片做辛苦，而且你整理这物件来看，对。好，安尼后一点，对啊，就是你嘛已经到几点嘛？第6点嘛，6点要下班啊，要落了啦，继续，就是你考虑讲对方的家庭的关系啊，还是社交的生活。对。这大家讲学者啊，重要的讲学者，顶一集啦，对，听众朋友爱去听迄顶一集，对，顶一集迄学者的男朋友，两个人的先生，对，两个人的世界是当干别甜，是毋是有足侪人交往来去发现讲，伊是人的第三者，对啊，有的人就是业啊，虽然甲伊生活做伙，计有一天你摕到伊的身份证，发现讲，已经结婚啦，对，而且。有的人讲啥物交往啊，结果毋敢带你去熟识爸母，讲无啦，阮兜就是大家拢较清楚，感情无遐好。结果有一天你发现讲，已经娶某啊，而且因迄个某拢逐礼拜甲因等去食饭。夭寿哦，真诶，骗大呢。对，交往是两个人诶代志。对，但是恁以后若是要结婚时阵，迄就是对两个家庭诶代志。对，可能是4个家庭，因为有的人阿公阿嬷，还是讲阮山顶阿公阿嬷。毋是讲袂使讲外公外妈，刚有在婚内外，回地的拢是阿公阿嬷，对啊，拢阿公阿嬷，对啊，有的人就是感情，两个阿公两个阿嬷啦，对。好，安尼社交生活咧，社交生活就是像我无爱出门啊，嘿，对啊，你若交一个，大家拢想要出去佚佗诶，咱两个人做伙毋着做艰苦诶，对啊，伊会甲你骂讲，你啥拢要出去佚佗？你啥？你啥拢无要出去佚佗？你啥逐工俩一直困？我就上班都忝诶，都准备困诶，你出来一直叫我出去啦，我伫遮困敢袂使？好啊，你就拢困就好啊，我来这边找你创下看你困哦。啊，你真正呢玩 game， 对啊，你真正毋是讲我伫你边仔困，你就做欢喜诶，无啊，即摆是讲我看到你困，我想要叫你起来啊。这个是一点玩 game， 我跟你讲，爱做会困。你有感觉讲啊，就是哪像你家己发生诶代志？对，因为迄个是阮迄大组伙诶朋友，因就是因我逐工看你看，原来是安尼哦，学甲会晓，嘿。过来就是学这个较复杂哦，对，就是你爱家己，就是你谈恋爱啊，就是一寡不如意，也是袂顺利，对，这个原因啊，解决的方法写出来。流氓又摕家己的例来讲，伊讲就是，譬如讲，伊是一个足无安全感的人，嘿，安全感，咱今日喙拢害起，听众朋友，因为即摆个时间真晚，阮想要下班。无啦，讲笑，最后袂起来是阮两个毛病啦。阮尽量啦，阮尽量，阮一直改进，甲恁回是咧。对，是咧，对。流氓伊就讲伊是一个无安全感的人，嘿，希望找到一个会当就是三不五时，也是讲想着啥甲伊分享生活的人。就是心内一直有伊安尼啦。对，但是这我搁要摕学者的哦，这爱记咧哦。学者毕先生虽然讲啥物拢甲伊分享，但是即个人嘛拢甲别人分享哦。尾是
是共一个时阵，甲做一个人爱卖哦，所以伊分享的代志，毋是干来伊知尔，是全世界人拢知，就是一两三四五拢知安尼。安尼袂使啦，对，所以大家知，对，所以爱讲互清楚，爱甲两人安尼。对，我是一个无安全感的人，伊会当分享伊的世界，互我一个人知影。对，提出安全感，互我安尼了解。对，就是这个设定，咱拢有一个 bug 啊，就是你头前讲了，但是你拢无设定讲是像安尼，迄就有问题。了解。好，过来，就是这个对方吼，伊所有的优点拢爱甲你有关系。我拄则是毋是已经讲过啊？就是譬如讲，譬如讲，即句譬如讲，咱是要讲偌久？哦，咱举例来讲，是这个人趣味好笑，做人嘛真海派，但是伊对全世界拢安尼，结果伊逐个月拢无欠钱，你敢会当接受你的另外一半，逐个月拢做海派啊兄，你兄我弟，烧酒来。个要老师，就是伊朋友就侪，大家拢感觉伊是一个好人，但是逐个月就是跟人在开灯开黑，拢无当啦。对啊，所以就是变做讲，伊的所有优点哪甲你有关系？海派敢来人对我，比如讲，伊的钱就是我的钱，对，我的钱是我的钱，对，你这样安尼，好过来，讲我来哦，无想要讲啊。好，过来就是这最重要的对，就是头拄仔讲的这几点啊，你家己敢会当做甲到？无多，你安尼要求对方敢对？对啦，流氓就是安尼讲啊。伊讲吼，你爱了解讲你家己想要的目标是啥物？对啊。还有你爱互家己一个提醒，就是提醒你甲你讲，原来我心内理想的是安尼，我嘛是想要变做即款的人。我若今仔日无法度，我是要拄倒一个所在去拍拼。对，嘛是对家己好的一寡方式安尼。即句话就是讲有一个吸引力的法则，就是你心内想的，甲你做的拢是共款的。你就会听到共款的人来安尼，安尼听起来袂歹哦。够讲的啦，流氓，拍无啊。好，过来第10点，10点嘛，加班啊，袂啦。过来就是这我看无使有可能你爱解说者，就是你爱参考互这个世界更较好。就是恁看下面就知影。你无要解说就无啦，咱头前9点拢讲啊遮济啊，第10点嘛吼，听众朋友啊，10点嘛，恁就暗时啊要困之前就切落听。阮主管顶礼拜听了，伊讲拢讲一寡无好笑的，那会感觉做好笑呢？你讲感觉无好笑？好啦，听众朋友，第10点就是讲，你所有爱参考的物件，也是讲你面顶下这9点，拢是希望会当互这个世界变更较好。了解。你的世界若变好，你的人是毋对更较好，心情嘛好，感情嘛好。对。啊，伊影片尾也是有介绍，你会当去看。对，我觉得对啊。伊下骹就是嘛有一寡笔记会当分享互大家。你念啊，佫是我。无我念第一个。好，轮流啦。对，伊讲吼，就是伊去拜的是迄下海城隍庙啦。大家拢知啦吼，毋免佫介绍。但是伊讲伊收到的书信内底，就是有另外2间。哎哟，对，就是提供无方便来北部的人参考。第一间就是，你知影是倒一间？就是中部的，就是六星宫啊！你下你，台中的六变做六星宫，哎呀，这拢会烧话呢。听众朋友，我甲你讲，我若是喙害去，我是白边教我用的，白边教我用的，是黑边教我影响的。好，第3个就是台南武庙的元朗。对，而且伊写讲吼，就是网友甲伊分享的，就是六星宫的元朗啊，共款是就是效率真悬，而且做成的哦。哎哟，袂歹哦。对啊，但是迄台南的武庙的元朗吼，就是斩桃花，尤其是迄凹桃花。哎哟，伊讲斩这凹桃花上出名。是哦，对啊，但是拄则你看我讲的就是六星宫迄，我顶一集有记我的，听众朋友你若毋知我记啥物的吼，你爱家己去等去收听啦，啊，我嘛，迄嘛毋是我个人的，迄就是我看到的物件，就是即种物件是嘛是爱恁家己体验才知影，信仰即种物件就是做自由做开放。对啊，阮以下嘛欢迎就是基督教、天主教的朋友，还是你有其他信仰，恁会当来跟我分享。恁的故事对，阮拢欢迎哦，无限制啦。对，只是这2集，就是因为讲咱之前讲到妈祖，妈祖庙内底拄好有这个元朗，所以才会延伸出这个主题。阮家己嘛是带一条颈链来当做2集啦，对啊。
啊，讲到妈祖庙啦，嘿有一个真重要，爱甲听众朋友讲。哦，真重要的哦。对，就是你知哦，拜关老的时阵，你若是去迄间庙，若毋是就是正港，因为台湾其实无迄啥物，就是纯关老庙。哦，对啊，对啊。你一定拢是去大庙内底啊有关老。有的人真正是酷酷呢，毋是头壳底衫呢，下骹的神明若袂拜好咧，冲去你楼顶啊，伫遐讲半步。拜托咧，你敢安尼啦？对啊，你看这阵仔像是你来阮兜找阮兜细汉的。嘿，你要找阮兜细汉，甲你处理代志，结果你大诶无先甲我拜访者，安尼敢袂使？袂当啊！啊，到时阵阮细汉来甲我讲，我老大来讲袂使，你不准去。嘿啊，到时阵白了工，对，到时阵恁真的是白了工，所以听众朋友啊，你若是去即种庙拜拜时阵，爱记咧吼，所有诶行程拢爱拜一遍，啊，拜到元老迄边了，你就先甲你诶问题是啥物，先甲元老讲，讲哦，先请你帮我查一下阴阴铺，还是讲你安尼调一下资料者，我等下其他诶神明安大好势了，我再来甲你请教。嘿啊，应该安尼啦，对啊，咱来做一个有礼貌诶人，所有诶人咱拢爱准备，无你看，你去妈祖庙。你拜妈祖进前无先拜天公，拜天公进前，天公上大，天公上大，拜天公拜了拜妈祖啊，妈祖后壁还有圣父庙啊，就是妈祖爸爸妈妈，你今日要找阮老大做代志，老大的妈妈会讲话，老大的阿公嘛会讲话啊，对啊，其实真济庙都是你去参拜，伊拢有路线，对，路线图，对啊，所以袂当呢，敢若拜一个神明，安尼无公平啦，对啦吼，听众朋友安尼恁知无？爱记哩哦，好，过来。笔记阁有无？阁有哦，就是讲你有介意的人，直接去甲入就好，去甲拍，嘿，啊，毋免讲想要家己去拜元老啊，是带伊去做伙去拜安尼。对，因为元老伊做热心的，热心的，热心系啊你啊你，热心的，嘿，就是伊会想讲，哎呀，毋是这个，毋是你的正缘啊，我介绍迄个较好啦，嘿。所以就甲你的桃花斩断安尼，斩断啦，啊，就钱伊心内理想的迄个互你哦。嘿啊，对啊，迄流氓伊的分享，伊这是毋是写讲伊朋友是安尼？敢若是哦。哦，对，因朋友嘛有真济人，还是讲网友嘛有分享。啊，小编毋是小编，乌编，乌编我进前伫咧庙里，就是你佚佗的时阵嘛，捌听过有人安尼讲哦，因讲。就是一个妈妈，也甲因查某囝讲，就是你以后若有男朋友，千万毋通甲带来，还是创啥？你若甲伊带来，还是创啥？你问问，结果元老若感觉即个毋是，哦，无适合你安尼，直接你就是就消失啦。对啊，讲到消失，嘿，安怎啦？你爱我冇学这个故事的，你冇学这个故事，系啊，乌白边的学这学长拢带来等，嘿，学这安怎？你讲，就是嘿。敢是旧年的时阵哦，旧年就是伊为南部起来找我安尼，啊，讲伊要去拜元老，对，啊，就是阮是去迄龙山寺，对，艋舺迄间啦，对，就是去拜元老安尼，对，啊，我就伫边仔等伊，嘿，啊，你无先说拜哦，无，啊，无见你旧年已经有我拜要创啥？我继续，结果尾后你敢毋知？嘿，伊尾后就甲我讲，伊介意迄个人。无去啊，永远连都袂着。即摆想要怎学这去拜元老啊了，结果对方拢会无去，真的歹势哦！迄线顶所有学这千万毋通去拜元老，有对象的人无去哦。对啊，因就是只是暧昧安尼，可能就是伊介意啊。跟学这共款，做伙去做去算跟学这共款，迄个 B 先生共款暧昧，啊过来就无去。对，安尼元老甲你处理掉啊啦。都可。后来听讲，就是可能对方常厝内有代志啊，是安怎？就是心情无好安尼，无想要插人安尼。敢有确定？敢是另外一个查某甲伊无好？我都即集甲伊放互听，咱今日即集录出来甲伊放互听，互阿先放顶一集学这个故事会听，啊再个放即集甲伊讲，伊就知影讲死啊，这死白边吼，佮甲伊故事讲出来，学这是嘞，我白边伫遮甲所有诶学这回是咧。好，啊，讲到迄元老，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对，就是因为有一寡元老啊，对，伊就是遐拢会搭迄红贴啊，嘿，啊，我想要问讲，就是啥物时阵会当去，就是拜拜啊，吵啊对方去安尼，哦，就是恁确定啊，对，你两个确定啊，就是结果啊，对，让带去啊，去拜拜，对啊，上好就是拢讲好啊了，啊去看下八字下了啊，就是已经结婚的时间嘛好啊，戏名传好了才去，哦，安尼都袂去啊，斩断安尼。对，你两个会当下八字会下安尼就差不多啦。哦，我想是安尼啦。了解。若是有线顶的朋友，恁是咧就是庙呢主持还是创啥，你会当现身讲法。看是要 call out 还是讲要录音啊，拢会使哦。
好啦，过来就是啊，有一寡小撇步要讲。对啊，拄则有一个笔记，其实笔记有3点啦，其中一点是讲吼，要介绍讲迄下海城隍庙是要哪摆啦。啊，对。啊，流氓尾来伊就是有翕一支影片，对，大家要拍伊名，拍下海，你就会当看到讲，伊就是带你讲要哪摆。就这支足清诶。重点是伊有甲你讲边有啥物件通食，结果重点是去食物件。喂，啊，伊内底无讲哦，就是像你这就是一寡小撇步，就是当讲去下海时阵，伊诶门口有迄就是咱迄贡品所泡诶茶，嘿，甜甜诶茶啦，隔烟。啊，这个茶烧千万毋通分，若无你会因会互你吹散去。哇，安尼袂使哦。对，啊，若是去乐仙宫，咱拄则毋是有讲，是毋结婚有迄放贴仔去，搭伫迄告示栏面顶。对。啊，倒顶嘛会放糖啊，交换糖啊，你炸甜诶去，甲迄原料交换，啊，交换了，迄糖啊一定爱食掉，对，毋通送互别人。啊，这嘛重点哦，重点你哪会记了？重点是你食诶时阵袂当用煲诶，干那用甘诶，用甘诶，就是豆豆互伊扬去，就表示讲即个感情会当安尼长久。你若甲加就是加喙糊糊，你的感情嘛喙糊糊。哇，原来有即种意义无啦，迄我讲诶啦。喂，我以为我看诶，隔烟茶袂当分诶，我是安尼想啦。有一个重点哦，听到没有？迄糖啊食了要蛋包装诶时阵，红线定好哦。真诶，顶一集迄个当像某一位网友，顶一集迄个网友哈，恁迄红线等下不说汤这，我们要来讲啊，要讲宝贝代志啊哈。庙会点小天地小朋友补充讲，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有诶庙就爱准备2份金纸，但是伊感觉讲就是生意食水甜啦，生意食水甜，都想要下班哦，讲话足紧诶哦。咱若是有诶庙啊，因求迄红线，你敢知红线爱囥伫倒？啊，毋是讲囥伫迄皮包啊？哦，你看会着，别人也看袂着，你写讲啥？头都有讲啊，我头都有讲呢。啊，咱拄则开着时讲啊，有人讲爱囥皮包啊，有诶是讲囥骹板，互伊自然无去。啊，有诶人讲爱绑伫手啦。我感觉是会使绑伫手，你知影是安怎？我若今日看到一个查甫咧绑伫手，这是我介意诶型。我就想讲，我要去甲伊熟悉。哦，伊顾一个人安尼啦。对，啊，你若是去迄拜月老诶时阵，你看到门口迄个伊随甲红线夹起，哎哟，这都是伊做想要交女朋友，我要去甲伊熟悉者。袂歹，我感觉这袂歹哦吼。啊，毋过爱绑好暗哦，绑好暗哦，袂使绑伤暗。你若绑伤暗，一直伫你身躯顶。你若无甲你自然碰见，那毋是讲红线碰见时阵缘分就出现。你若绑掉，结果你的红线一世人伫你身躯顶。啊，万不绑手拎落去要安怎？啊，落去缘分就会来啊，自然落去哦，你毋通伫安尼。休节安尼。对啊，啊，就是惊讲绑手拎安尼休节都无。对啊，所以有诶人是加，有诶庙是有加囥迄阴缘诶香火茶啊。哦。啊，而且伊嘛有补充哦，因台南府城四大元老，大家拢管无共款诶职务哦。哟，若是要了解诶人，会当去庙会那边小天地小便遐甲问。小便，我要甲你寄发票过去啊。啊，顶礼拜迄天网友啊，咱要甲伊讲，就是因同事无细致甲伊红线等于分手他，结果元老无爱，一直笑杯。这时阵是要安怎？我咧讲咱跋杯时阵，就是一个是非题，就是你问讲元老，你敢有生气？嘿，伊即摆甲你笑杯。你这时阵来问伊讲，还是我甲这个物件化掉敢好？嘿，啊伊若甲你讲好，伊若信杯，你就甲伊讲，但是化掉我会做艰苦诶，互我留咧敢好？哦，你知影意思无？就是你咧问这个问题。迄问题爱问较就是问较详细安尼。啊，今日伊若甲你拒绝是创啥？像你今日譬如讲，我讲白变借100箍，袂。好啦，借100箍无钱，我要一饭啊，袂。我若无钱，我当然无做工课。我若无他做工课，你爱做这个工课，所以你借100箍好无？50箍敢袂使？袂使50箍，我可能食安尼，佮食安尼，佮无够。你看这时阵就是你莫夭着了，食饱要创啊！听到没有？恁看因都要做歹。好啦，重点就是讲跋杯的时阵，就是爱问，啊，像迄求签诗的时嘛是共款。元老即张敢是你要互我签诗？毋是，好安尼我佮求，啊，即张好，安尼我照这支持去做，连到再甲你答谢，安尼咁好。哦，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啊，讲到迄个元老的签诗，签诗安怎？嘿，咱的爱情的汉诗篇，惊着我想真有创意。我想我无都改签哦。毋是你的工课，袂对。讲较正经诶啦，就是咱的爱情汉诗篇啦，就是我感觉伊真有创意，就是伊结合这个预告，啊，有元老的签诗。什么预告？当然嘛是新戏的预告。即摆是无情的工伤时间到，无毋对，所以已经要结束啊。差不多啊。哦，安尼随甲结束无啦。就是咱的听众朋友啊，差不多都是35到45是上济，对啊，有诶就是已经有家庭啊，对啊，有诶还未结婚，对，就是当咧行安尼，看即出戏可能有真侪感想哦，对啊，好。
所以咱袂讲到即出戏是啥物？我知，婚姻结业式。哦，无毋对，而且是第二季的婚姻结业式哦。对。啊，播出的时间咧？播出的时间是每礼拜的暗时8点，每礼拜日暗时8点。对，顶播的时间是后礼拜六下晡1点。对，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做做日本传过来的新的概念，叫做祝婚。祝婚，你若想要知影是啥物意思？来看戏就知啦，看戏啦，啊无看咧袂种业务嘛有解说啦吼。嘿。好啦，时间嘛差不多要到啊。哦，总算是会当收尾啊。今摆已经11点嘛。听众朋友，我要甲你讲再会咯。无毋对，来收尾。好，听你讲，听我讲，心痛不是心跳，厉害啊你！心痛爱甲小编讲。事事万项拢通讲，咦，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多谢大家努力。这礼拜要来给你介绍，不是，艋舺龙山寺哦。听讲迄龙山寺已经元老足歹的哦。足歹的为虾米？若是元老哦，譬如讲，迄天就是有一个人，伊就讲，伊要去拜拜，就讲伊希望讲伊当较认真的。嘿，结果你知影怎？伊就是讲啥物？毋是，讲毋对，伊讲伊无想要认真，无想要读册，无想要读册。对，要拜托神明讲会当，就是互伊一个正当的理由，倒撇，倒笔，这个字要念笔，撇是属音。结果你知影怎？安那老7工7暝，老师，老7工7暝，真正免做工课就倒伫遐。伊就下完讲，我想要倒伫遐咯，莫创啥，都老7工7暝。爱是学生啊，系啊，生啊，真正免读册啊，倒伫遐。伊就甲神明讲，伊要倒伫遐，无想要读册安尼。安尼敢有需要去行做歹的呢，做歹的呢，就是你要来好啊，你吹落安尼，互你一个上精彩，最厉害的呢。总算是会当收尾啊！今摆已经11点嘛。听众朋友，我要甲你讲再会咯。无毋对。好，来，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毋是啦。听众朋友，我毋知你创啥，这两人都想要下班来听唔到节目。